葉氏化工一直希望利用自身嘅資源去貢獻社會。今年我哋嘅目標係一班年輕人，我哋希望呢一班後生仔可以學到一技之長，除咗應用喺佢哋嘅日常生活之外，都可以幫佢哋發展未來嘅事業。我今日嚟嘅目的主要都係想認識油漆呢個行業嘅，透過認識油漆嘅公司啦、品牌啦，同埋一啲唔同產品嘅特性，去知道就係點樣去幫自己屋企去做小修補。今日搞呢個工作坊，主要係想讓多啲年輕人咧認識油漆呢個行業啦。咁啊，傳承我哋嘅匠心精神啦，咁啊，令多啲年青人可以學多啲嘢，有機會喺進入我哋油漆嘅行業裏邊，去傳承我哋嘅技術咯。希望藍咩令年青人認識油漆同家居色彩學，親手打造理想嘅家居。我覺得喺呢個油漆實習入面，我學到嘅知識可以幫到呢個中心翻新佢嘅牆壁，我覺得真係好有意義。我覺得今次嘅油漆工作係好好玩啦，同埋好開心。一大班人咁樣可以幫中心咧美化，都係一件好有意義嘅事。希望遲啲見到就係成品之後，大家都會鍾意啦。